老河透早行政院院长陈建仁伫台南市长黄伟綽陪同之下，来到有志参加农产加工冶炼物流中心动土典礼。相同，海地平安，迎亲地个。这座物流中心占地5.74公顷，预计伫明年第一档完工。这几档台湾农产外销量大，冶炼物流中心会当减少运输过程中的损耗，延长青果保鲜期，并调节产销。要安怎有足好的加工，足好的处理，也是讲足好的冷链，这拢足重要。若去到遐品质真好的时阵，大家都讲哦，这是台湾的骄傲，台湾之光啦。其实台湾的农产品就是台湾的光荣，台湾的骄傲。这就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拢来做伙来拍拼。过去欠缺好的设备，台南侪侪农产，亲像是柚仔、山药、枣仔等等，拢只会当送到中部进行作业。未来有了这座冶炼物流中心，就会当就近提供服务，互台南唔但有产地优势，也会当收购南部地区的农产品，甲产销的饼做大。这个建设经费从5亿元，然后后来追加到6.39亿元。那所以说，坦白讲，工程是蛮浩大的。那也是这个南部地区应该是冷链系统里面最大的最大的厂之一。市长黄伟綽也特别送到伴手礼予院长，伊表示希望这座物流中心会当量早完工，予台湾冷链加值，提升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